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延续上周的主题，信仰是什么的下集。信仰是什么？来，将时间交给一志牧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也让我们再一次透过神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信仰是什么。求圣灵与我们同工聚会，让我们所说所听都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愿主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从上礼拜开始，我们有通过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5节来讨论一个题目，叫做信仰是什么。那么这段圣经在提到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是耶利米，是以利亚。耶稣好像都不太满意唯独彼得他说了一句耶稣觉得很棒的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所说的不是出于你自己血气的话，乃是出于上帝所指示你的。然后耶稣也说了一些很特别的话语，而且说到舍己、跟从那么我们上礼拜有我们来做一些的小小的复习的我们也提到说信仰是什么是对一位人、一个东西、一件事情或是一种概念的坚信不疑包括对某种思想或宗教的信赖跟信仰，对不对？然后信仰也是人生的终极的追求，有信仰才能够使生命找到依靠。人有信仰，你才有中心思想；有信仰才有目标；有信仰，你才有能力有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总共有分成10点。上礼拜我们有提到，我们做一些小小的复习第一，信仰是一种什么？告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洗礼之前，我们要告白。我们做礼拜也有信仰告白，有没有？我信上帝，有没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像彼得他的告白一样好，第二，信仰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我们把它念出来好不好？好，你个人的体验不能转让给别人你的得救的经验，你的信仰的体验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非卖品不能转让。第三，信仰是一种存在上的什么跳跃？有时候信仰是需要更大的信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可能跨不过去，可是凭着你的信靠、你的信仰，你跳过去了，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经验第四，信仰是一种什么？人格上的决断 decision。 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所以那是一种现在式，每一次不断的做决定，在你的人格上你要做现在 present 现在的一个决定。第五，信仰是一种什么？生命的投资你对你的生命投资多少？
我们常常说要积聚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呢。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为自己理财的投资，有没有？何况你对你自己的永生，请问你做了多少的投资？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后面的6点，后面的5点可是我要先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从维基百科其实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你只要 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信仰好，那维基百科里面有提到说，信仰是指对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有他的魅力或是能力对一个事物，对一个宗教的教条或教导，有时候是没有证据的观点比如说他有很强烈的政治信仰你抱持着信心跟什么信任 trust， 所以你会跟随他，跟随着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信仰。我们看到很多的政党有没有？包括我们所说的三民主义啦、共产主义啦，很多跟随者呢，有很多信仰者，就跟随的第二个，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这样的选择跟持有。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不对？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有人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出过国的？有没有？像我2个姐姐都没有出国过，他们很节俭有时候我会鼓励他们说你们出国去走走呢，要花钱他们说现在看电视很方便我在看电视，我们其实有一个旅游节目还不错，叫跟着地球跑，有一个旅游专家他会带着你们出去玩然后其实他在介绍叫我们出去旅游很多人出国过他会想着说下一次我要再存钱，对不对？然后我要再想去哪一个国家，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很幸运从年轻到现在，我去过很多的国家，包括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还有美国还有一些希腊啦，欧洲啦当然还有很多国家还没有去过啦，玩不了国族只是你去过几个国家？才5个那也不多我比你还多因为你出国过了，你对世界观就不一样你会对这个世界，不然你的世界就是你的自己的家里、你的邻居、你的社区，你懂吗？就是很小，可是你对世界观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这个叫信仰。信仰可以体验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它的可靠跟落实。所以信仰跟所信仰的对象是不是有客观的存在，没有必然的关联。宗教并不是信仰对象，请注意宗教跟信仰，我们常常会连结在一起，它并不一样，是信仰的表现的形式我们最近台湾现在最夯的是什么？消妈咒，对不对？这个真的电视都在报道他们信徒很多信众很多从什么白沙屯到这个大甲，然后到北港到沿路这样子三跪九拜，对不对？然后要转那个轿子底下他们觉得能够扛那个轿很光荣能够当神明的什么 K 将他们也觉得很荣耀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信仰的表现的形式。
所以表现形式不可作为信仰的对象。好，这些的解释蛮深的了哈。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谈信仰是什么。第6，我们一起来念来，信仰有一种生命力。请问什么叫生命力？生命会成长，有没有？我们从母胎出生，从婴儿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今年都70了哈。有时候要回顾，哇，人生真的是很短暂哎。以前每一年过年在唱新春的时候，我会唱圣诗，什么时阵在这细囝一帮年久安那变老了。那个时候在唱这种诗歌你会觉得说我还那么小，怎么一帮年久，一瞬间我就变老人了。现在唱起来蛮有生慧的体验呢，真的呢。我们什么时候才是小朋友、婴儿，然后现在呢，我们从青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现在慢慢的年老了。人是这么样的短暂，可是它就有生命力，它会成长，生命也会突破一切阻挡的东西啦。就像一个小草，我不是在指那个什么长的小草，是一般植物的小草。小草它能够从石缝当中怎么样长出来啊，让石头裂开啊。你不要看那么小的草，它就是一种生命力啊。所以我们说，信仰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力，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生活习惯，还有他的行为模式，甚至改变你整个的生命。我们常说这个叫做重生啊。保罗常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旧的事情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曾经他也跟他们说，人要重生啊。他的学生问他说：“夫子，我们都从母胎出生，我们怎么可能才再一次进入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耶稣说的重生不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在旧约以西结书曾经提过一个枯骨复生，有没有？的一个意象。好，我把这个圣经念一次给大家，从3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第7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生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啊！哎，这是一个意象，也在说明说一个真实的信仰，它有重生的能力啦。所以，一个人如果信主多年，可是他的生命没有成长，或是他的信仰消极、过于保守，或是说他有很多的坏习惯、行为一直没有改变，严格来说，他不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治死我们的老我，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脾气？有没有？有，每一个人都有。可是我们一定要有重生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力。第7点，信仰是什么？我们一起念来。信仰有一种吊诡性，我不知道这个翻译的意思。它的原文叫 paradox。paradox 的意思叫做逆理，这个理我打错了，道理的理了。好，就是逆向思考。你会觉得很，意思说正言若反了。本来是这样子，可是他竟然说成反面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的圣经16节25，16到25节，耶稣说什么？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怎么样？得着生命。好，这个叫逆理，好像不是很正向，你懂吗？好，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啊，马太福音20章16节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怎么样？在后的。耶稣常常讲这种正言若反的道理啦。比如说耶稣也曾经说，若有人怎么样，裹你的嘴巴，你的肺配，打你的右脸，说左脸怎么样，也给他一巴掌。你会这样吗？人家打你的眼光，你会不会打回去？会嘛？可是耶稣，你要长你的右脸，连左脸都给他长，是不是？甚至耶稣也说什么，在马太5章，他提到说，有人要你的内衣连什么外衣，有人要你的外衣，连内衣都给他，有没有？有人要你陪他走1里路，耶稣说什么？你就陪他走2里路吧。所以这种逆理叫做正言若反，很难懂啊，很吊诡了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吊诡性是存在上帝的行动当中啊，你不可思议的。它不是一种理论，你如果用正常的理论来谈，讲不通啊，讲不通。所以这种信仰的特性你不能消除，因为一旦失去这种特性，基督教就不是启示的宗教啦，好吗？这点比较难得懂。好，这叫吊诡性。所以要说这种信仰的吊诡性，它是存在于上帝的行动中，它不存在于理论中了。就从行动才可以发现这种真理了。OK， 第8，信仰有一种什么要求？英文叫 demand。这个要求是什么？你要先相信，而后明白。好，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通常都是你要先明白，才会相信嘛，否则你很容易受骗吃亏啊。请问反诈骗的专线是几号？啊，没关系，说多少？165，哇，很少哈。哎，这个社会有没有很多的诈骗？你有被诈骗过吗？我有，好多年前，我接到一通电话，一听是我女儿的声音啊，爸爸，赶快来救我！我说玉香你怎么了？我大女儿叫玉香，她美国打回来的。她说我被抓了啦。我说你被抓走，哦，因为我帮我的朋友做保。那我那个朋友跟人家借钱，钱还不出来，所以就把我这个做保人抓走了，好，然后就马上一个人接下来跟我谈条件了，哎，你女儿在我手中哦，好，你要拿钱来赎回。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慌了啦哈，他跟我说要50万啊，我真的就去领50万了，迷迷糊糊的。然后又叫我指定说不能，哦，我说要交给谁？他说你就放在荣兴花园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地方，一个树下。哦，他很清楚哎，都用电话跟我指示哦。等到我把钱放了以后，我才知道说哦，我被骗了。他就叫我不能去报警，你怎么报警？连我都相信了，我被骗了。好，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哦，你太理性，你要先明白才会相信。但是信仰上帝的事，说你要先相信才能够明白。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先相信了，对不对？所以被诈骗了。好，第4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安瑟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相信，然后才能明白。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好，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信仰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不是我们证明的对象。你要证明上帝那么容易吗？不可能吧，尤其是科学家，科学家都是很理性的，他一定要讲求证据，有逻辑。牛顿是不是科学家？对吧？哦，牛顿听说有一个朋友也是科学家，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他有一次在他的工作室、研究室里面，牛顿就做了一个模型，那是一个太阳的模型，还有一些星座的模型，然后一个杠杆一拉，整个都动起来了，所有的星球都动起来。好，然后这个朋友一次来找他，看到这个模型，哇，这个模型一定有人制造的啦，哦，这个人很聪明，他说不可能，他说这个是他自由而有的啦，是经过一个地震以后忽然就有这个模型出来，他说不可能啦，会做这个模型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人。他说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你想这个模型你都相信有人制造，有人创造，对不对？何况我们的天文，我们的宇宙，你说没有上帝，没有人创造吗？他听得很有道理呀，所以呢，他就相信了。
哦，他的朋友就相信了。好，所以信仰是一种要求，上帝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我们证明的对象。真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谦卑敬拜的时候，他就进入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能够感受他的同在呀。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叫希伯来民族嘛？他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民族，他们相信神，他们与上帝同行的这种信仰的体验很深刻。3000年来，一直在证明，上帝，他们不是在证明，他们在体验上帝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体验到神迹奇事也特别多了。反观我们看希腊这个民族，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对不对？他们都有理哲学，有一些的对话，有一些的用智慧去思考。他们没有跟上帝同行的经验，所以他们的民族很难认识上帝了。上帝在他们当中也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奇事，倒是充满许多的神话故事，有没有？很奇妙啊！所以信仰这个要求 demand， 它是要求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关键啊。我们看这个挪亚书11章3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深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好，这是困难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解释困难，信仰是很难解释的。一方面，上帝是崇高莫测。你看保罗他讲到，他到三层天去探窥上帝的奥秘，所以他才说这些话。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其的难寻啊！有没有？信仰的解释，它的困难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说神学是什么？叫做信仰哲解释学啊。有时候我们要去解释神是什么，很困难呢。比如说神学家会说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只能够说到这样子。你有看过上帝吗？没有。那你为什么相信他？很难解释因为上帝无所不知啊，他都知道我的内心啊，无所不在，无论去哪里，无论在天上在地下，神都在充满其中。神也无所不能啊，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啊。我们只能够解释到这个地方这就是很难、很勉强说出来的解释的。所以神学家才提醒我们，人是不能论及上帝speak of God， 我们人只能够论从上帝 ，speak from God， 两个差别在哪里？上帝不是让人能够讨论的啦。我们真的也很有限我们只能够从上帝而来的去了解这个上帝，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知道有关上帝的知识，是从着神的启示和恩典才能够晓得。所以，解释信仰必须要依靠上帝的启示和恩典，否则有可能都会成为一种异端。好，最后。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种谜 puzzle。谜是什么？我们常要猜谜语，对不对？谜语就是你不知道
隐藏的没有启示出来的。所以这个谜是属于上帝未启示给人知道的部分了。以赛亚书45章15节怎么说？来，我们一起念。来，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啊，它是隐藏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上帝所隐藏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生之年没办法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在信仰上，他会发出为什么一人会受苦，恶人发达？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什么？这被不这恶这派这恶，卡被啊嘛，落靠有没有听过？恶人都很发达有没有？很有钱他们做很多的坏事啊。我们现实都看到了，有没有？很多政治人物不是这样吗？什么王的他在地方能够化罪跟党啊。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坏事呢。我们这好不一点科普啊。我们常常问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上帝拣选这个人，没有拣选那个人？还有我们也问为什么主啊，你审判世界的日子哪一天会来到啊？耶稣也说，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啊，不会告诉你。小偷到你家会不会说，我什么时候到你家啊？你还开门迎接他他不会让你知道，这是隐藏的。好，就像约伯一样，他所受的苦，一夜之间他家破人亡，他自己也生了重病。他的朋友来要安慰他，反而责备他你一定犯了什么重罪啊，才会受到这么大的刑罚跟苦楚。他来问他说：“你的上帝死了，你干嘛还信这个神啊？”后来神对他说话，有没有显现给他看？他才说什么？从前我听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好，这些问题都是上帝所隐藏的部分，我们没办法了解。就像保罗说什么？来，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的。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我们知道以前的镜子不是玻璃的，是铜做的，你知道吗？古时候，所以你以前照镜子是看铜镜，不明啊。现在镜子不一样啊，你脸哪一点有脏啊，有青春痘啊，有没有？有白头发，一看就知道。牧师之前没有染白头发没有染发因为我受伤嘛，然后就不敢染。我们有一次有一个长老就问我说：“何长老，我说你那头毛都变白啊？”我说：“因为我有白头发，所以我因为受伤不敢染。”后来牧师长告诉我：“你有较好啊，你要上讲台还是染一下头发好了。”真的呢，我那时候照镜子都不敢看我自己，我怎么变那么老？都是白头发。我师母都跟我说，人家那个谁啊，那个什么 AI 的是那个什么黄仁勋对不对？那白头发白的好看啊！他叫我学他，我说我自己都不能接受我自己的我还是忍一下好了。好，所以保罗这样说嘛，等到将来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这样知道所有的一切了。还有在申命记29章
2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语。好，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了，知道吗？信仰就是一个谜，永远没办法解释得清楚。好，那信仰是什么？请问你记得多少？这10点。来，信仰是一种告白。第二个，信仰是什么？个人的体验。第3，存在的跳跃。第4，信仰是人格上的决定。信仰。第5，生命的投资。好，今天我们所说的。第6，信仰是一种生命力。第7，信仰是一种吊诡性。第8，信仰有一个要求。第9，信仰有一个困难。最后第10，信仰有一个谜。好，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信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么的奥秘，难以测度，难以明白，但是你却要求我们要相信你的存在，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感性超越我们的理性。因为虽然你是隐藏的神，但是我们相信是你必定向我们显现，也让我们体验到神你的存在，你的看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好得到神你从天而来属灵的祝福。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感谢医治牧师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10个信仰的功课。好，感谢牧师，也感谢主。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们要唱我们的神，请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赞美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
请坐。来，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奉献，请同工来指献。起立来唱奉献的诗。请坐。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花艺堂呢？好，没有。那请我们一起来看教会消息报告。来，那我们先来举行庆生会。我知道我们华语堂有寿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先来举行5月份的庆生，请5月份的寿星们来，请出列到台前。华语堂特别国柱执事，还有冠琪有来吗？请5月份的寿星请到台前来，让我们大家为寿星唱生日歌，也请牧师来祝福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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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寿星国柱执事方月，等一下，请刘副祝你们生日快乐，主恩满意。那请我们的医治牧师来为寿星祝祷。一起来祷告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生日的喜乐，从我们母胎来出生。谢谢主，你将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特别5月份的寿星，我就希望我们一起来庆贺，就祝福他们有生之年都蒙神喜悦。祝福他们身体健康，祝福他们万事如意，也祝福他们灵魂兴盛，能够一生荣神益人。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再次来恭喜他们。来，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的第2点哈，就是下礼拜5月11号提醒华语堂的是联合礼拜哦，联合礼拜。那因为要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然后也有特别的这个牵手30的庆祝特会，然后总共有12对的夫妇要走红地毯。那这个名单请大家过目哈。那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下礼拜是9点开始，那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因为9点那12对的夫妇要走红地毯。那如果说刚好9点来的话，可能会塞车卡在外面进不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下主日可以提早个15分钟左右来，好不好？9
9点开始，那可以提早15分至20分来是最好。好，那提醒大家，是联合礼拜哈。那第3点的部分，今天因为没有新人，那当然，刚刚台语堂有新人哈，新人呢提醒大家就是沙发区那边就是新人招待区。那第4，每周3晚上8点都有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来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好，那可以，就像牧师说的，来我们信仰如果没有成长的话，就跟他囡仔赶快，哎呀，在信仰当中，我们彼此来勉励，背诵读经呢，一起来同心来守望我们的教会。那第5点，请大家过目。那教会的那个团契消息，今天儿童主日学已经到那个我们斜对面的泸州国小，叫做校外教学。那待会儿12点呢，要在2楼举行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同工的例会，12点的时候要在2楼。那请老师们来在12点的时候准备来练习。那有关肢体的部分呢，那就请记得在灵修的时候来为教会的肢体代祷，为着牧师屏幕的事情，为着各国受苦受难的这些国家来代祷祈福。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神就会赐福于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唱散会诗，散会诗是平安平安。那请大家起立的来唱，唱完之后一样请我们的医治牧师来祝祷。领受神给我们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恩典，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跟圣灵的感动与同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闭会。